妈的，好歹也跟着师傅修炼了这么久，怎么能被野狗给欺负了？炎招！有怪兽！自从师傅家和西去后，太一峰上就剩了我们两个废柴，连个野狗都打不过。像我这样既没天赋又没外挂的穿越者，怕是独一份吧。有人！是双阳峰的弟子。师傅生前就和双阳峰的首座不对付，他们竟然敢来刨师傅的坟！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那啥，这里不让玩。好嘞。看那样的，这老家伙把东西藏哪儿了？师傅交代了，最后一枚昆仑钉就在太一峰，抓紧找吧。这老家伙不会把东西带进棺材里了吧？刨出来，撬开看看；刨出来，撬开看看。不行，当年我穿越过来的时候，差点死了，是师傅救了我的命，教我养我，还带我上山，我不能让他死后都不得安宁。小子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啊，那个是我师傅的坟。所以呢？所以两位大哥，能不能给个面子，不要打扰他老人家了？面子？大家都是混沌圣地同门，没必要闹那么僵嘛。圣地同门！你们不要欺人太甚啊！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太一峰上大名鼎鼎的练气练了10几年，只有练气1层的废物。10几年练气1层，怎么会有这种废物？废物，就给我老实待着。接着干活。为什么让我穿越，却让我成为一个废物？无论我怎么努力修炼，修为都難以提高，只有练气1层的废物。10几年练气1层，怎么会有这种废物？振兴太一峰，我连师傅的安息之处都守护不了。陈儿，没事的，为师和太一峰永远陪着你，哪怕你一辈子都是练气1层，你也永远是师傅最骄傲的弟子。叮！检测到宿主保护宗门的强烈意愿，宗门投资暴击系统激活。系统？宿主可对宗门内除宿主自身以外的成员进行投资，投资物将获得10000倍暴击。注：以暴击物品不可反复投资。对我以外的成员投资，可现在太一峰上只有我一个人啊。旺财，旺财，我身上只有这最普通的丹药了，希望能对你有用。
检测到宿主对护山灵兽投资止血丹，触发万倍暴击，投资变为9转化灵丹。9转化灵丹，地品灵丹，能让生灵血脉大幅进化。啊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灵兽9尾天狐？妈的，这老毒气还挺沉。快打开，看看昆仑钉在不在里面。再开了，师兄，你别跟我说不干呐！你都是不忙啊！师兄，你都是……旺财，抽他们！你喜欢抽耳光是吧？不喜欢，不喜欢，不喜欢是吧？喜欢，喜欢我就多抽你2下。还有你，大哥，我可没打你啊！但是现在，你的脸挨到我的手了。哎呀，再来一下！我问你们来刨我师傅的坟是什么目的？是找一种叫昆仑钉的法器。师傅说太医峰上应该有一个，至于师傅找到有什么用，我不知道啊。是啊。昆仑钉，从未听师傅提起过。太医峰上穷的叮当响，哪有什么厉害的法器？大哥，我们这个全是听师傅的命令，具体是什么，我们是真的不知道啊。你们2个，现在去把我师傅的坟修好，再给他老人家磕头。快点！滚！好。师傅他老人家不会有什么东西掖着藏着不给我吧？我可是他唯一的弟子啊！算了，如今我可是有系统的，不在乎这些。旺财，从今天起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了。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成为天下最强。我要成为这天下最强的人，创立这天下最强的宗门。我的系统需要靠投资宗门成员来获得奖励，光靠我不行，得多收一些弟子。按惯例，我作为唯一弟子，自动接任师傅，成为太医峰首座，倒是有这个资格收徒。可是我该去哪里收呢？我这一走，双牙峰那些混蛋肯定会来霸占太医峰。要是能守株待兔就好了，坐在这儿就有弟子装怀里。怎么摸起来手感软软的？什么东西？我去！真有只大白兔啊！你那么喜欢看，为什么非要让我穿上衣服啊？什么喜欢看？喜欢看什么？我可是正人君子，你别乱说。那个啥，你能把你的尾巴跟耳朵收起来吗？不愧是传说中的灵兽，竟然能化为人形，这岂不是现成的弟子？你可愿拜我为师，当我的弟子？好呀，都不考虑一下的吗？你救了我，还把我捡回山上，我为什么不拜你为师啊？行，那从今日起，你便是太医峰的弟子，这里的大师姐。那个，再叫你旺财也不大合适，要不然就叫你小九吧。好，小九拜见师傅。检测到宿主收下第一个弟子，
宗门面板解锁。当前宗门建设值10，宗门弟子大师姐、小九，天资九尾天狐血脉，修为炼气5层。提示：宗门建设值每达到100点，宿主修为便可提升5层。提升弟子修为或收下更多弟子，可增加宗门建设值。提升建设值，我的修为也可以提升，而且一次能提升5层，无视大阵界之间的瓶颈。师傅，那个，按宗门规矩，刚入行的弟子应当受师傅一份见面礼。你等一下。这个是为师当年修炼时用的，现在传授给你。谢谢师傅。检测到宿主投资弟子小九黄阶下品武器一件，触发10000倍暴击，投资变为圣阶法器附龙鞭。圣阶法器，整个混沌圣地也没有几件啊！有了这个系统，何愁太一峰不振兴？师傅，废物！太一峰就剩下一个炼气1层的弟子，你俩被打回来了。师傅，那太一峰上有一只大狐狸，至少有5层以上的修为啊！我们不是对手啊！什么炼气5层？太一峰上可是有这种东西？这是师傅当年使用的邪煞破魂刀，地阶中品法器，整个混沌圣地中都颇有名气。此物一出，必将镇压所有炼气巅峰以下的修为。此刀拿去，若是再找不到那颗困龙钉，剃头来见。是师傅，是师傅。师傅，你在找什么呀？知道太一峰巧，没想到这么巧，连本像样的功法或者丹药都没有。这没有东西，我怎么投资给小九？我草率了，先前抓住那2个双牙峰弟子的时候，应该把他们身上的东西全都留下。江禅，出来领死！我去，属曹操的，说来就来，走。江禅，出来！滚出来！滚出来！江禅，江晨，老子跟你拼了！哎呦，太一峰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女人了？没错，说是把她带回去献给师傅，师傅一定会重赏我们。来得正好，把你们身上的法器、丹药、器皿，所有资源，全都给我交出来。江晨，你还真以为这个畜生今天能护着你不成？反正先前被打成猪头的，可不是我。哼，看你能得意几时！师傅，那把刀上的气息好重，好浓的杀气啊！小九，为师刚刚想起今日的早饭还没有吃，你先点一下，为师先撤。师傅，那个刀我挡不住的，这可是地阶法器，今天你们谁都别想走！你都挡不住，我更不行了。那怎么等一下，你刚刚说这玩意儿什么品阶？乡巴佬，地阶法器啊，仅次于天阶法器的存在。小九放心，有为师在此，他们不敢造次。江晨，吓傻了吧？这可是地阶法器，你们太一峰这么穷，一辈子也没见过。就算这只大狐狸，也不过5层修为，根本挡不住地阶法器。笑死！区地阶法器还好意思拿出来显摆？你们双牙峰是穷成这样了吗？江晨，你他妈找死！小九，把为师先前给你的附龙鞭拿来。什么伏龙鞭啊？就是那根长长的东西。对，我找找。快点，真的要死了！快点！卡在胸口了。我来。
怎么可能呢？区区地阶法器，也敢在此造次？不可能，他分明是个炼气一层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挡得住地阶法器的一击？再来！蠢货，不自量力，找死！哎呦！这可是地阶法器啊，怎么能断了呢？法器？难道太一峰上还有更强的法器，比地阶法器还强？什么？难道是天阶法器？不可能啊！这个混沌圣地没有那么多天阶法器啊！现在，你们该把东西都交出来了吧？走。江辰，你弄坏师傅的法器，你死定了！没错，师傅不会放过你的，你死定了你！你完了，你完了！走，回去告诉师傅。下次再来，记得多带点东西啊！这圣阶法器，我再挥这么几下，就快要把我榨干了。师傅，你太厉害了！你这个长长的东西，连这么厉害的法器都承受得住。小九，为师再教你一课，下次遇到地阶法器，不要慌，仔细想解决办法，就会有方案。可是师傅，你刚刚从我胸口抽走伏龙鞭的时候，好使劲。我们先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吧。师傅，废物！不但没有找到本座要的东西，还把本座的法器毁掉一件。我要你们俩还有何用？饶命！饶命！是饶命啊！他们手里有一件什么更强大的法器？法器？是不是昆龙鼎？不是，是鞭子装的。都是废物！本座处心积虑这么些年，收集了8枚昆龙鼎，现在只差太一峰的1颗，难道要被这个炼气1层的废物阻拦吗？这西西越出关了，他突破筑基了。师傅，为何如此动怒？有什么需要徒儿效劳的吗？以突破筑基的修为，太一峰的废物再强的法器也无用。这双牙峰的普通弟子都这么富裕吗？各种丹药法器，这回头一个个投资给小九，触发100倍暴击，岂不是发达了？这是妖丹。师傅，我感觉这东西里面的能量特别适合我。妖丹是妖兽的内核，而小九本质是灵兽化形，自然能毫无障碍地吸收妖丹里的力量。而我想要吸收的话，还得炼制许多辅助的丹药，还有走火入魔的风险。既如此，你便拿去吸收吧。谢谢师傅。检测到宿主投资弟子小九地阶上品妖丹，触发100倍暴击，投资变为圣阶物品血脉元晶。血脉元晶，一个圣阶物品，不知道能让小九修为提升到几层。好强大的能量，我感觉我似乎要突破了。突破了，你要筑基了。好像是的。每一个大境界之间的差距都如同鸿沟，小九竟然一口气从炼气5层直接突破筑基。检测到宿主第1个弟子突破筑基修为，宗门建设值增加100点，当前宗门建设值110，宿主修为提升5层，奖励宿主圣阶物品逆血生灵丹。太好了！我这么多年没动的修为，终于要有长进了。这一下子，我直接从炼气1层变成了炼气6层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得到了一枚圣阶丹药。逆血生灵丹，服用消化过后，可短时间内让我的修为进化成一个大境界。
可让我直接从炼器6层变成筑基6层，但代价是，服用过后，自身实力会消耗过大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师傅说的没错，果然有件不凡的法器，只可惜落在废物手中，真是暴殄天物。又是双牙峰，你们没完了是吧？你以为我愿意来这破地方，将困龙钉和他手中的法器交给我，再磕3个响头，我可以放你一马。等等，太一峰竟有如此绝色，小子，除了刚才说这2样东西，这个女子也得跟我走。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，把你身上所有资源全都留下来，再给我好好交代困龙钉的事情。另外，我师父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否则，我将把你抽成陀螺。师傅，这个人也是筑基境修为。莫慌，你也筑基。哦，你竟然筑基了，不过可惜，筑基之间亦有差距。师傅，他的修为在我之上，恐怕还要高个2、3层。小九，你不是抽他？师傅，他有厉害的法器。法器不错，可惜人太弱了。师傅，我打不过他。啥？这位兄台，我想大家误会了，我们都是混沌圣地同门，没必要闹这么僵嘛。你这种垃圾，也配与我提及同门？师傅快走，我挡住他。大家都是混沌圣地同门，没必要闹这么僵嘛。那又如何？圣地几千年来各方互相争夺吞噬，又岂在少数？要不这样，大家各退一步，我先不问昆龙钉的事情，你也不要打他的主意，此事就当没发生过，如何？你也配和我谈条件？小九不是他对手，我跟你拼了！这逆血蛇影丹的药效太棒了，想要完全吸收，还得有一段时间。小九，坚持住啊！小姑娘，何必这么拼命呢？以你的天赋，随我回双牙峰，定会受到师傅的重视。到时你修为1日千里，不好吗？何必守着那个废物？他才不是废物，他是我师傅。真是冥顽不灵！你刚刚突破筑基，根基不稳，要是强行用力，很有可能走火入魔，伤及根基。我不管，我不允许你伤害我师傅。那只是个修炼几十年都是炼气1层的废物，有什么值得你这样去守护他？不论他是什么修为，他都是我师傅。好啊，那就和你师傅一起去死吧！小九，我说过，你们这种蝼蚁般的废物，不配拥有这个法器。这是我师傅的，我不能给你。找死！绝对不能让他抢去，绝对不能让他杀害师傅。愚蠢，愚蠢！蛆虫一般的废物，竟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忤逆我！好，好，好，很好。虽然圣地律法不许杀害同门，但如果没人知道，那也没什么关系。你放心，一会儿我就让你的废物师傅来陪你。
级5层，比我还高3层，这怎么可能？伤我弟子，找死！不可能！你这样的废物，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到筑基5层？快要死的人了，还在乎这么多干嘛？放肆！我乃烧崖峰大弟子，身为同宗，你该称我为大师兄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杀害同门，师傅他不会放过你的！太一峰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师傅，他不见了。他是双崖峰弟子，会点自保法术，倒也正常。师傅，你好厉害！为师自然有为师的手段。师傅最厉害了。你先胜利丹的药效过去了，可是损伤我的身体了。师傅你怎么了？师傅！小九，西梅吃了，西梅别吃。检测到宿主投资弟子黄阶下品小九金疮药，触发10000倍暴击，投资物变为圣阶灵药青玉回天散。师傅，我好了。快，把你剩下那一颗喂给我。哦。喂好了。哎，师傅，为什么要我吃了再喂给你？这进口药效果更好嘛。不过下次可不准再用嘴喂了。走，去看看那个家伙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太好了，他的手段只能让他的肉身逃跑，身上的东西却带不走。他的储物剑也留下来了。作为双亚峰的大弟子，这里面肯定有不少好东西。还有好多零食啊，好多功法和丹药。法器也有几件。这是八门御魔阵。检测到宿主投资弟子小九灵石36块，触发10000倍暴击，投资物变为灵石36万块。检测到宿主投资弟子小九玄阶上品功法清浊经，触发10000倍暴击，投资物变为地阶功法混沌仙经。检测到宿主投资弟子小九地阶下品阵法八魔御仙阵，触发10000倍暴击，投资物变为地阶阵法九龙天罡阵。师傅，这么多都是给我的吗？当然，我们先把这个图布置下去。哎，师傅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护山大阵。你是说，太一峰上有个筑基3层的女子，还是江辰的弟子？是啊，师傅，他们手中有一个长鞭的法器，至少是天阶以上。他们这样哪里是打我的屁股，这分明是打你的脸啊！师傅，那太一峰上有一只大狐狸，我们不是对手啊！难道是九尾天狐？九尾天狐，传说当中的灵兽，若开灵智，即可幻化成人，修炼起来1日千里。这太一峰怎么可能会有九尾天狐？灵兽以气运而生，最后一根昆龙钉一定就在太一峰上。可恶啊！这般狗运，竟然被这个废物给撞上了。师傅，圣地执法堂长老欧阳武前来。师傅，难道我们找太一峰的事被执法堂盯上了？无妨，我们又没有杀害同门，只不过是弟兄们互相切磋罢了。
可我们被执法堂盯上，这以后对太一峰做不了什么。既然私底下解决不了，那就借助执法堂。师傅，好强的力量！这是地阶法阵，以圣阶法器为阵眼，辅以巨量灵石。这样布置，元婴之下绝无突破的可能。即便他是元婴，想要破除此阵，也得费一番功夫。这样，双牙峰就不会再来找茬了。多亏那个凌云爆了装备，不然哪里布置得起这般奢侈的法阵？检测到宿主成功布置护山大阵，宗门建设值加50，当前宗门建设值160，奖励宿主真世之瞳。真世之瞳有什么用呢？九尾天狐，修为筑基3层，忠诚度100。好东西啊！不仅能一眼看出别人的根脚和修为，还能看出对我的忠诚度。师傅，上面有人。是圣地执法堂的长老。这便是那个太一峰唯一的弟子吗？听闻天赋十分平庸，如今师父还不幸病逝，倒也是个可怜人。但可惜圣地律法不容违背。长老小心，有护山大阵。无妨，区区太一峰的法阵对本座无碍。这至少是天阶法阵。都跟长老说了嘛，有护山大阵。太一峰向来拮据，怎么会有如此法阵？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护住山峰而已，即便踏入其中了，也能感受到时时被阵法笼罩。恐怕只要他一个念头，就能重创本座。太一峰竟有如此恐怖的底蕴。不知长老来太一峰有何贵感？江辰，你现在是太一峰唯一的弟子，按惯例，你师父走后，你自然继任太一峰首座。只是圣地律法另有规定，想当首座，你必须满足3个条件，其一。哪3个条件？你自身修为不低于金丹境7层。这个恐怕还差一点。要么能得到其他诸峰首座的支持。那还是第一条更实际一点。那就剩下最后一条了，也是几乎所有首座公认最难的一条。该不会是让我去攻打其他圣地的圣主吧？不是教导弟子。啊？教导弟子？这也算难事？不错，首先你门下至少要有3名弟子，并且天赋都十分出众，要堪比大成体质。不仅如此，1年后圣地要检测他们的成长如何，若能通过，你便正式成为太一峰首座。这好啊，反正本来振兴太一峰只靠1、2个弟子也不够，这不是省的事儿吗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闷头苦修不是难事，但要找一个天赋卓绝的弟子，只能看天意，更别说1年之内要将弟子培养出来，哪怕是天骄，也是难上加难。我觉得我可以试试。你要有自信，2日后是圣地开门收徒的日子。不过有天赋的弟子可不那么好找，即便是那些有经验的首座长老，也会经常看走眼。言尽于此，你自己把握吧。师傅，好像没有人想拜你为师。不急，本座收徒讲究一个缘分。你这废物，还真当自己是首座了，还学人收徒？你以为有人愿意来拜你为师吗？哼，练气系都能当首座，那我都能当圣主了。还是个修炼了10几年的练气，这种人在我们山上早被赶下山了。毕竟这太一峰穷的那只剩下石头了，
能教出来什么弟子？就是，别跟傻子置气，容易拉低自己的身份。毕竟你可是太一峰的大师姐。哼，好，我倒要看看，你这废物能收到什么样的弟子。哦，机会来了！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各方首座可都在此。这位少年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天下间特殊体质分为1000种小成体质、100种大成体质，而玄阴明胎正是100种大成体质之一。今日到场的人足有数万，我看了许久，只此一人。你也是首座，看起来年龄不比我大多少。年纪不是问题，我觉得你与我有缘，你是否愿意拜入我门下？哼，想随便拉一个弟子充数，你以为能逃过圣地的检测吗？等着滚出太一峰吧！此子根骨奇佳呀，而且似乎先天带有一丝玄阴之气。若是选对合适的功法，那修为必然一日千里啊！二位长老，你们没有看错吧？他一废物，随便拉出一个都是上乘体质。虽然无法确定，但8九不离10，甚至有可能是大成体质，100种大成体质之一。不可能，他一个废物，眼光怎么可能比在座的首座还要高？一定是巧合。我师父就是那么厉害，你快拜他为师吧。大成体质如此天赋，怎可埋没在太一峰上？什么？你是太一峰的？正是。太一峰那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我才不去。你说什么？就算被你蒙到一个大成体质又如何？根本就没人愿意去那个鸟不拉屎的太一峰。这个练气期的废物真把自己当首座了。谁不知道，就太一峰那个鬼地方，根本没人愿意去。这不废话，谁不知道太一峰穷得响叮当？要换我也不去啊！你可愿拜我为师，入我门下？敢问你是哪位？这位是双牙峰的首座。双牙峰，混沌圣地有名的大峰，门下弟子数百，听闻首座修为深不可测。师父在上，收弟子一拜。哎，又给双牙峰讲去了。哎，你跟你的那个师傅还真是废物的如出一辙啊！我师父的死，是不是跟你有关？你这个废物，不配知道。师父，不会真的没人愿意来吧？你随便拿出一样你的宝贝，说不定还能有些人来呢。那是给了弟子之后才厉害，不先让我当师傅，我也给不了好东西啊！要不要拜师啊？你准备？我师傅很厉害的。去那个凤主那儿。要不要？师傅，要不然咱们还是回去吧。实在不行，我们下山去看看。看来只能如此了。看了这么久，小成体质的看到几个，大成体质的却只有那玄阴明胎一个。这位师兄，求求你了，收我入门吧！我能吃苦，一定比其他人都努力修炼。滚滚滚！双牙峰不收废物，其他峰也都不愿意收我，求求你了，我一定更刻苦修炼。滚开！万劫凡体，10大仙体之一。万劫凡体，10大仙体之一。10大仙体比100种大成体质更稀有1000百倍，而这万劫凡体十分特殊，历经劫难才能脱胎换骨，完成历练之前与凡人无异，难怪其他人都看不出来。一介凡体，
也想入双牙峰的门？做梦！难道我真的废物到没有一个人愿意收我吗？难道父母的仇真的没有希望了吗？你很想入门？没错，全家被歹人所害，我要修炼，为他们报仇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这便是他没有结束的劫难，所以尚未脱胎换骨。那你可愿入我门下，做我的弟子？我愿意。我当是谁眼瞎，愿意要这么个废物？你们太一峰是垃圾场吗？专收废物？你是太一峰首座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果然，废物只会跟废物待在一起。如此百无一用的废物，也只有你太一峰会收。我的弟子胜你的弟子100倍。他竟然……检测到宿主收下第2个弟子，宗门建设值加10，当前宗门建设值170。好，成功收下第2个弟子，又多了一个投资对象，而且还是10大仙体之一。好啊，你的弟子胜过我的弟子100倍。赵岩，去跟那小女子切磋一下，我要亲眼看看她是怎么胜过你100倍。是，师傅。他才刚刚拜师，谁想切磋，我来。这是我的师姐。陈小凡中心值提升10点。新入门弟子切磋，你又不是新入门弟子。江晨，你不是说他胜我们100倍吗？你敢不敢？师傅，我什么都不会啊。坏了，万劫凡体还未脱胎换骨，与普通人无异，哪怕都没有修炼过，也绝对不会是大成体质的对手啊！只能期望系统包机这个好东西了。师傅，您在天之灵保佑吧。无妨，将此丹药服下。一个低品的炼气丹，你们太一峰也只能拿出这种东西了，有什么用啊？检测到宿主投资弟子陈小凡黄阶下品回气丸，触发10000倍暴击，投资物品变为天阶上品丹药云龙深纵丹。太好了，云龙深纵丹能在一段时间内大幅度提高体质，足够对付没修炼过的玄阴冥开啊！师傅，我感觉好像不太一样了。就是这感觉。小凡，狠狠的抽他们！好。张师弟，把他给我废了，让他一辈子在太一峰当一个废人。回头，师兄送你一件法器。多谢师兄，我一定让他这辈子只能当个废人。一个废物竟敢挑战这大成体质，脑子坏掉了吧？哎，这个废物还拜入了太一峰，太一峰嘛，不奇怪了。小丫头，别怪我心狠手辣，修炼一途本就如此。师傅相信我，还给了我强大的丹药，不能丢了师傅的面子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你刚才给他吃了什么？他刚刚不是说了吗？回气丸吗？我刚刚看到的确实是回气丸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这女子不是普通的凡体？这女孩本座看过，经脉淤塞，根骨僵硬，不可能是大成体质的对手。难道说这废物给她吃的是灵丹妙药，有这般功效？怕不是天阶丹药？太一峰上果然还有秘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新弟子切磋完了，是不是该老弟子切磋了？小九，正好，上次我们在太一峰还没切磋完呢。师傅，救我！我警告你，
我师父一个手指都能捏死你。哎，大家看啊，堂堂首座的堂主要对弟子出手了，真是不要脸啊！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这是有份事，你看看，这不就是啊？这怎么这样？输了就是输了。简单啊，你我之间切磋就可以了。啊！我脱了！你们在做什么？欧阳长老，您来的正好，这郑清墨莫名其妙的就要攻击我们。今天是圣地开门收徒的日子，你们两个好歹也算是一峰之主，这像什么话？就是像什么话？按惯例，每年开门收徒之后的3个月，圣地会进行一场新入门弟子的比试。你们想争，到时候可以让弟子上擂台上好好表现，看你们到底调教的怎么样。3个月后，有你们好看的。走吧，走。这是你今天收的弟子？啊，对，小凡，来，这位是执法堂的欧阳长老。长老好。看起来只是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，甚至根骨还要再差一些。不过想来太一峰的条件，有天赋的年轻人也不会愿意去。江辰，你可记得老夫之前跟你说的条件？记得。您不是让我收下一名弟子吗？指望江辰这样天赋平庸的人能收到天赋上佳的弟子，还是不现实啊。师傅，这位长老怎么总是叹气啊？估计上了年纪，比较矫情了。小九、小凡，咱们回太一峰。小凡，你先前说入门修炼是为了报仇，具体跟为师说说吧。半年前，一伙劫匪洗劫了我住的村子，将整个村子都踏成了废墟。我被倒下的房子埋住，昏了过去，捡回了一条命。可等我醒来之后，全村的人都被屠光了。万劫凡体命中注定将历经劫难，这应该就是他未完成的劫难。只有了结其中因果，才会彻底脱胎换骨。没事了，现在都没事了。那你可知那伙盗匪是什么人？知道，是追风寨，头领有筑基1层修为。好，区筑基1层，1个月，为师就带你下山报仇。多谢师傅的药膏，我感觉好多了。师傅，那女孩是低劣不能再低劣的下等天赋，张师弟为何拼不过她？那女孩我看了，天赋低劣无疑，所以肯定是那江辰给她吃的那颗药丸的原因。太一峰怎么可能会有高品级的丹药？最后一枚昆龙钉在太一峰上不是没有原因的，看来这老家伙死后倒是带走了不少秘密。无妨，他太一峰有的，我们双牙峰能没有吗？张岩，你好生修炼，3个月后，我要你在擂台上取走那女孩的性命，让那废物江辰再也没有理由留在太一峰。师傅放心，弟子一定要让他死得很痛苦。哪儿来的蠢货，敢闯追风寨，好命不要了！哟，这俩妮子不错，来了就别走了，让大爷把玩一番。是不是你们劫掠的陈家庄？老子劫过的村庄可多了，你他娘的说的是哪个？
就是这了。小九，上！上啊！等首领出关，你们全都要死！区区筑基1、2层的实力也敢叫嚣？首领抓到了顶级炉鼎，等他出关，远非筑基1、2层。等我起飞，也远非金丹元婴时期。小凡，去吧。多谢师父，让我大仇得报。师父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莫慌，从此刻起，你便脱胎换骨了。检测到宿主帮助弟子陈小凡完成报仇，陈小凡中心值达到100，宗门建设值加40，当前宗门建设值210，宿主修为提升5层。检测到宿主弟子陈小凡脱胎换骨，觉醒万劫凡体，宗门建设值加100，当前宗门建设值310，宿主修为提升5层。修为直接提升了10层，直接到了筑基6层。不愧是大前皇朝的皇室血脉，多么精纯的力量！难道你不怕皇朝的报复吗？老子既然干了这买卖，还怕死吗？等到时候吸干你体内的力量，大不了远走高飞。首领，不好了，外面人杀进来了！什么？难道是大前皇朝的人找来了？不是的，但其中一个看起来有筑基3层的实力，区区筑基3层罢了。3个时辰，我的修为直接上升到了筑基5层。带我出去解决那几只老鼠，再回来彻底吸干。多谢恩公，多谢恩公，多谢恩公。这追风寨真是丧尽天良，居然囚禁了这么多无辜的百姓。好了，大家现在安全了，可以回去了。不知恩公姓名？哎，谈什么姓名？我混沌圣地太一峰做好事从来不留名。多谢多谢，谢谢了，多谢。是。好了，我们也回去吧。是师父，是师父。惹了追风寨还想跑？师父，这个人好厉害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师父，这个人好厉害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区区筑基3层也敢来追风寨撒野？师父，他至少有高我2层的修为，你带师妹先走，我来挡住。才高你2层啊，吓我一跳！竟敢毁了我苦心经营多年的追风寨，小子，老子
要把你身体里的每一滴血全部吸干！师傅，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小小年纪，怎么就会有筑基6层以上的修为？天才的世界，不是你这种渣渣可以理解的。这就是筑基6层的感觉吗？师傅，万万没想到，我也有到筑基的一天呢。您老人家要是知道了，会不会高兴的活过来？师傅，你怎么这么厉害了？那是为师之前都是为了锻炼你们，故意隐藏实力罢了。我就知道师傅是绝世高人，我以后一定努力修炼，争取像师傅一样厉害。甚好甚好，走，我们回太一峰。真人如此年轻，竟然有筑基6层的修为，而且我身负皇室血脉，对气运极其敏感，却从未见过这人身上的气运。刚刚他说回圣地，离这最近的便是混沌圣地。大前皇室推断，混沌附近将会有大地秘境出现，而我现在又遇到了混沌圣地的人，或许这也是我的气运。天资万劫凡体已觉醒，修为5，中心值100。万劫凡体可是天下罕有的10大仙体之一，不过我这似乎没有契合这种体质修炼的功法，别的功法倒是也能修炼，而且提升也会很快，但多少有些许浪费。不管了，我愿用师傅他老人家下辈子继续单身，换一个适合小凡的功法。小凡，这本功法你拿着。多谢师傅。检测到宿主投资弟子玄阶上品功法敛尘诀，触发1倍暴击，投资物变为地阶功法凡诀。我去，真有用！师傅，你这坟埋在太一峰上，不会还提升了风水吧？小凡，这本功法十分契合你，你回去好好修炼，一定进步飞快。定不辜负师傅。好，张师弟不愧为玄阴明胎体质，修炼速度当真一日千里，才3月不到，便已突破炼气3层。这等速度，别说双牙峰了，哪怕整个圣地也是名列前茅。好，今年新入门的弟子里，你当属为首。真希望新入门弟子比试的日子能早日到来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那日所受的耻辱，我要100倍奉还。好，擂台比试拳脚无眼，那时你可以放手去做。比试中如果死在擂台上，那些执法堂的长老也没什么可说的。江辰，没关系，本座有的是耐心。等将你像丧门犬一样赶出太一峰后，本座自然有大把的时间去好好探寻这太一峰上的秘密。小凡的力气真大，打得我手都麻了。是师姐收着力，不然我早就趴下了。师傅，小九已经是筑基4层的修为了，他若是不收着力，只怕你可不是趴不趴下的问题。不愧是10大仙体之一，这才3个月的时间，便已达炼气5层。再过2日就是新弟子入门的比试了，我一定不会给师傅丢脸的。
这就是太一峰收的那个新弟子，真收了个天赋地裂的普通人。要不怎么说这太一峰的人脑子都有毛病呢？这样的弟子躲都躲不及。要我说呀，这太一峰还不如趁早改名叫垃圾回收峰算了。小凡，你放心，你是我的弟子，最棒的弟子，你完全不用紧张。以你的实力，绝对能夺得最后的冠军。师傅，我可以的，我一定不会丢了太一峰的脸面。哎，脸不脸面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在你身上下了100灵石，你可一定要赢回来啊！看来太一峰终究要易主了。所有新入门弟子上前抽签，决定对决顺序。但愿第1场就能抽到他。放心吧，本座已经安排好了。太好了，师傅。到时千万可别留手，打死太一峰的废物。好，抽到甲子1号的2个弟子上前进行切磋。师傅，是我。真的哎，第一个上场的就是你，不知道对手是谁。去了就知道了。真是太好了，第1场抽中一个废物。废物说谁？废物说你。哦，原来是废物在跟我们说话。只会逞口舌之快，你敢不敢跟我赌？哦，你要赌多少灵石？灵石没意思，我们就赌手脚，输的人砍断双手双脚。哇，双手双脚赌这么大，真的假的？玩这么大，赌手脚，全身经脉相连，若是手脚尽断，哪怕是金丹，甚至元婴期大能，也会成为废物。哼，慌什么？这双牙峰的新弟子可是大成体质之一，而这太一峰的只不过是个废物而已。3个月能不能修炼到炼气1层还难说，这大成体质，哪怕是闭上眼让他一手一脚，也不可能会输。没错，依我看根本就没必要比试，怕是眨眼的功夫就结束了。怎么样，敢不敢跟我赌？师傅，别答应他。对，这种人不用理会。除非是智障，不然谁会结这种赌约？不好说。这太一峰的人，哪怕是智障，也毫不意外。毕竟都会收下这样的废物弟子了。师兄，你玩得太大了，这个废物怎么敢接呢？不如赌个实际的，把那个太一峰的女弟子迎过来。是我先考虑了，这种废物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的胆子？不如你学3声狗叫，再从我胯下钻过去，我就放你一马。如何？你们怎么废话那么多？上擂台打过就是。好，我跟你赌。怎么赌？哎呀，我没听错吧？太一峰那个废物江辰竟然答应了。我以为他只是个废物而已，没想到他脑子还有问题啊！不想活就从太一峰上跳下去，何必在这自取其辱？哎呀，他答应了。在座的各位师兄弟们，在座的各位师叔伯，他答应了和我的赌约，赌手脚。到时候就怕某些手作不要脸，耍赖不认。必赢之局有什么好耍赖的？好，那就再加上你1双手脚，如何？这江辰疯了吧？还敢加吗？太一峰的这帮废物们，该不会是修炼的时候走火入魔失了智吧？够了！这是圣地新入门弟子的切磋，不是市井赌坊。没有人弃权的话，切磋的弟子速速上台。小凡，去吧。哦，这么厉害！不愧是大成体质，不过3个月而已，就有如此修为。这般看来，怕是至少炼气2层
甚至可能3层。一跃1层这般速度，整个圣地历史上也是凤毛麟角吧？可惜，你那个废物师傅，一会儿断手断脚都没法给你收尸了。弟子切磋，点到为止，不许使用法器、丹药等物品。现在开始。这是我师傅特意给我准备的天阶功法，最契合我的玄阴冥胎。你去死吧！我去，飞起来了！真的，这是玄阴冥胎的本命幽物。此幽物至阴至暗，不仅可以遮蔽感官，甚至能腐蚀修为。即便是比他修为高几层的人，沾上了也会十分难受。才练气3层就能使用本命幽物，郑期末也是为了这弟子下血本了。虽然瞬间就结束了，但是能看到玄阴冥胎使用本命幽物，这也算值了。哼，江辰，想好先砍哪只手脚了吗？师叔，挺厉害的，师叔就赢了。什么？他竟然丝毫不受幽物的影响？不，更可怕的是，那女孩的修为怎么可能比玄阴冥胎还高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？哎，你别乱说啊！这么多首座长老都看着呢，你别含血喷人啊！的确没有半分法器或使用了特殊丹药的波动。这女孩是靠自己的力量抵挡住了玄阴冥胎的本命幽物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想好先砍哪只手脚了吗？不可能！师傅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不可能！张眼玄阴冥胎的体质世间罕有，本座还特意费大力气找来了契合他的天阶功法，他的修为也绝无问题。难道说那女孩不是普通凡体？怎么可能？你应该是一个毫无天赋的废物才对啊！花里胡哨，你打还是不打？修为比大成体质提升的还快，还不受本命幽物的影响，招式之间朴实无华。难道这是10大仙体之一的万劫凡体？哎呀，什么10大仙体？竟然是这种体质？说什么呢？这就万劫凡体，觉醒前与常人无异。难怪所有人都认为那女孩毫无天赋。3月前还未历劫觉醒。10大仙体，100年未必出世一个。我们混沌圣地的圣主体质也是10大仙体之一。都说这太一峰收了个废物，没想到竟然是世间罕见的仙体。10大仙体，10大仙体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本座怎么没发现？这不可能！或许这就是缘分喽，没办法。真厉害！师傅打败了！师傅，我赢了！我赢了！江辰，这位小友，加入齐江峰门下吧，本座保证所有资源全部倾泻给你，法器功法最好的全都给你。哼，他西江峰不过是一些破草药而已，来我上玉峰吧，那可是整个圣地最富庶的地方，有大把的灵石，要什么资源没有？本座每院给你1万灵石的零花钱。江辰师侄，你还年轻，仙体你把握不住，让师叔来吧，师叔出80个弟子跟你换，让你太一峰兴旺起来。疯了，都疯了！各峰首座平日里哪个不是高高在上，从未见过他们这般模样。这毕竟是10大仙体之一，混沌圣地传承数千年，在此之前，仅有的还是我们圣主。真羡慕这个小姑娘，各峰任其挑选，资源无条件供应，就是不知她会选择哪个。多谢各位首座的好意，但
弟子已入太医峰，今生也只会是太医峰的弟子。太医峰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根本没有资源支持你修炼。你这般绝世天资，不可浪费呀！我意已决，除了师傅这儿，我哪儿都不去。这江辰竟然还真的找到了一个天赋绝佳的弟子，而且这弟子竟然对他十分忠心。难道说江辰虽然天赋平庸，但却真的很擅长识才传道？我师徒缘分未尽，还请诸位不要拆散了。另外，还有一件事情，诸位都是见证者。这个人还欠我一对手脚。江辰，你可别乱来！各位首座和长老可都在此。我是按照赌约行事的，刚刚是你立下的赌约，我怎么能算乱来呢？圣地律法，不许杀害同门。我又没说杀你，只是要你双手脚而已。师傅，救我！师傅，江辰，你不要太过分。哎，大家可看好了啊！某双牙峰的首座现在耍无赖不要脸了啊！大家以后别跟双牙峰的人接触，因为这个峰的人都不要脸。这个赌手脚确实有点儿……师叔，我回头教教师叔怎么挑选弟子。赌约既成，就当执行。尤其是一峰首座，言行举止更是代表圣地，怎可言而无信？小九，上。是。师傅，救我！师傅，师傅救我！你自己非要立的赌约，还要当着所有首座长老的面，你让我怎么救你？这次我看你还往哪儿跑！这凌云是双牙峰的大弟子，年纪轻轻就已突破筑基。哎，说起来这也算上乘天赋。如此这般，即便治好伤，也是废了。下次还是学好点，远离赌毒，更重要的是，远离双牙峰。等等，你要干嘛？按照圣地律法，你根本没有资格继任太医峰的首座。殿下，前方便是混沌圣地的山门了。终于快到了吗？走，回圣地。刚刚那人身上的气运是我从未见过的。他说回圣地，离这最近的便是混沌圣地。那人救了我的性命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身上的气运之盛是我从未见过的。我虽是皇女，却是旁系，在皇朝中不受重视，修炼资源也是处处受限，不如离开皇朝搏一搏，加快速度。按照圣地律法，你根本没有资格继任太医峰的首座。对，圣地律法，没有修炼到金丹，且没有得到珠峰首座首肯的，想继任太医峰的首座，必须得有3名天赋异禀的徒弟，而你江辰，目前只有2名而已。圣地确实有这样一条律法。虽然有1位是10大仙体，但是数量确实是没有达到要求。毕竟是仙体，这个规定是不是？江辰这般庸才，怎么会教得好10大仙体？既然继承不了太医峰的首座，这仙体之才，自然要拜入其他首座门下。没错，江辰确实没符合资格。欧阳长老，你说是不是？圣地律法不可违背。入门那天，这万劫凡体在每个首座面前都曾跪拜恳求过，最后却只有江辰收了他。这本该是他们的缘法，可律法就是律法呀。江辰，这件事情老夫也曾告诫过你。我靠，
小凡觉醒仙体后太兴奋了，把这茬给忘了。欧阳长老，此事不能再宽限了吗？距离律法规定时限确实还有2日，你确定能在这2日之内收到合适弟子吗？圣地传承1000年，焉能让你这种废物继承太一峰的首座？即便师傅不做首座，离开太一峰，我们照样跟着师傅。没错，师傅就是师傅，不管他是不是什么首座。那你们的意思是要判出圣地了？欧阳长老，按照圣地律法判出圣地，该如何处置啊？背叛圣地自然格杀勿论，哪怕自行离开，圣地也首肯，也要在离开圣地之前废掉修为。这事没得商量。欧阳长老，这2位弟子，无论天赋修为，均是上等。放眼整个圣地，其他仙锋哪有弟子会超过他们2人呢？你这2个弟子着实令人惊叹，哪怕是圣主亲临，也挑不出任何问题。但是律法不容违背，说是3人，少1个都不行。小子，云儿的事情我慢慢再跟你算，但太一峰我要定了。师傅，还有2天时间，我抓紧下山找。是啊，师傅，一定能找到的。按照律法，这得是天赋上佳者才行。2日，我看你到底怎么给我找出来。好弟子要看气运。江辰收了1个万劫凡体，恐怕是把几千年来积攒的气运全部都用光了。这别说是2日，哪怕是200年，也别想再遇到一个合适的了。好大一队人马上山了。这旗帜是大前皇朝的仪仗。大前皇朝雄踞一方，底蕴更胜混沌圣地，能用这般规格仪仗的，肯定是大前皇朝的皇室。大前皇朝皇室怎么突然来到圣地？在下混沌圣地执法堂首座长老欧阳武，不知道阁下是？欧阳长老有礼，吾乃大前皇女姬璇。不知皇女殿下到访混沌圣地所谓何事？拜师。拜师？啊！这皇室怎么来了？怎么，你们圣地不收皇朝弟子？这没有如此规定，只是圣地诸峰诸脉，不知皇女可心有所属？他果然在此。大前皇朝的皇室怎么会拜入圣地？皇朝本身都有自己的传承。我听闻大前皇朝的皇室子嗣众多，想来即便是皇朝资源，也不够那么多子嗣分的。或许一些旁系血脉得不到太多资源，索性就拜入其他门下，也是有可能的。言之有理，大前皇朝的嫡系血脉不逊于10大仙体，哪怕是旁系血脉，也是顶级天赋。若能将其收入门下，将来定然是一代天骄。皇室血脉，顶级天赋。师傅，要是能把他收入门下，咱们就满足律法规定了。白日做梦，堂堂皇室皇女能拜入你们门下？皇女殿下，吾乃西江峰首座，你要是拜入西江峰门下，所有资源无条件倾斜。殿下，来我上御峰吧，所有的法器、兵法、丹药，任您挑选。敢问，你是哪一峰门下？敢问，你是哪一峰门下？你问他做什么？他是太一峰，是圣地里最贫瘠、最废物的一脉。他这一代基本上就废了。原来是太一峰，不知我可否拜入太一峰门下？什么？太一峰本来就资源贫瘠，更何况已有1个万劫凡体，你如果去了，得不到半分支持。
太一峰，凭什么又是太一峰？难道已经有个万劫凡体还不够？就连皇朝血脉也要上太一峰？竟然还有个万劫凡体，太好了！拜入太一峰门下，果然没错。此人气运果然特殊，太一峰上竟然还有千百年未必能见到的一个万劫凡体，我赌对了。你为何要入他的门下？我们之前见过。当日在追风寨，是你杀死匪徒，救我性命。原来如此，那日你也在追风寨中。这么说来，还真是缘分。原来是因为救命之恩，殿下大可不必因此去太一峰浪费天赋。不是我贬低太一峰，实在那里无力支持你这般天赋的修炼。没错，若你只是想偿还恩情，大可赖我上玉峰啊！我愿替你出100万，不，1000万灵石给太一峰，帮你偿还这份恩情。原来是为了报恩，报恩的方法有很多种。我想皇女殿下不会因此荒废了自己未来的修炼之路吧？不，并非是为了报恩，我心意已决，只想拜入太一峰，请师父收下弟子。啊！真的拜了？真的拜太一峰？拜他为师？那是大前皇朝的皇女啊，竟然向着跟我们年纪相仿的江晨行礼。为什么？那个江晨不是出了名的废物吗？为什么万劫凡体在他门下，皇朝血脉也要入他门下？难道说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师父，你就快快答应吧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太一峰就有3个弟子，也就满足律法规定了。是啊，师父，既然和这位姐姐有如此缘分，或许本该就是师徒，也说不定呢。那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座就收下你。谢师父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一个万劫凡体，这又来了个大前皇室血脉，还有一个9尾天狐，他们都去了太一峰，这太一峰一定有问题。什么可不这样？什么？你说江晨那个大弟子是9尾天狐血脉？江晨收下了所有人都不看好的万劫凡体，下山一趟，又偶然间救了一个大前皇室血脉，还有一个9尾天狐。他虽然天赋平庸，但这份气运属实太过逆天了。博阳长老，这样一来，我是不是有资格继任太一峰首座了？啊，确实，虽然圣地规定1年之后会对弟子修炼状况进行考核，但以这3位的天资来讲，想必是不必担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想不通，想不通啊！9尾天狐、万劫凡体、皇室血脉，这随便哪一个出现，都是世间罕见啊！怎么一个个都要上太一峰？我心痛啊！我受不了了，我的药，快给我药！检测到宿主收下第3个弟子，宗门建设值加10，当前宗门建设值320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9尾天狐、万劫凡体、皇朝血脉都在他的手下！他明明就是一个废物！你的气运属实太过逆天了，不该如此，一定是因为那最后一枚昆仑钉。可恶！双牙峰10级代此事，花上千年的大计一定要成功。来人！师傅，给我去查那姬玄是大前皇朝皇室的哪条旁系，又为什么会离开皇朝？这背后一定有原因。是，那个师傅，说，凌云师兄刚才醒了，一直说要见你。那个废物已经没有用了，把他扔下山去。是。师傅，托您老人家的福，太一峰上如今也算是人丁兴旺了那么一点。您老人家临走前，
曾对弟子说，等弟子振兴太一峰后，自然会知晓你口中的隐秘。您在天之灵好好看着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来，给你们的师爷上炷香吧。姬玄，你随我来。师父，师父，对我的忠心值不高，看来他拜入太一峰是带着什么目的。坐吧。说说吧，你为何要拜入太一峰？当日在追风寨，是师父救了我，而且师父年纪轻轻便修为了得，定然本事不凡，故而心神向往。特意前来拜师。我要听真话。难道他知道我有别的目的？这怎么可能？弟子说的就是真话。小凡，你过来一下。是，师父。怎么了，师父？自打你加入太一峰以来，为师还没给过你什么法器，今日便赐你一件。多谢师父。检测到宿主投资弟子黄阶中品法器黑金棍，触发万倍暴击，投资物变为圣阶法器九龙云纹棍。师傅，这个法器好厉害，感觉不输师姐的伏龙鞭。你们都是为师的徒儿，为师自然要一碗水端平了。修炼去吧。是。刚刚那件法器的气息，似乎不输父皇常用的那件。父皇用的可是圣阶法器，怎么可能？整个皇朝圣阶法器也屈指可数，可在这里，他竟然这么随便就给了弟子。而且刚才陈小凡说，小九也有一件类似的，那就是说，太一峰上的2位弟子都各有一件圣阶法器，皇朝嫡系子嗣都做不到人手一件。想要吗？嗯。不给。本座与人交往，向来讲究真心换真心，更何况是日夜相处的徒弟。圣阶法器，那可是圣阶法器，他能随手送出去，那还得有多少好东西啊！师父，我说，好，你说吧。我入太一峰，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当时师父救我时的惊鸿一瞥，另一方面，实则是为了避祸。哦，避什么祸？我本还有一位同父同母的皇兄，我们2人虽然出生旁系，但是在天赋上不输于嫡系。可是，在皇兄17岁那年，突然意外身亡，再之后，父皇母后也接连发生了意外。所以是皇朝嫡系担心你们威胁到他们的位置，所以想要斩草除根。这大前皇朝虽然强盛，但他们也定不愿意与混沌圣地为敌。你留在这里，确实可以保住性命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另一点，我大前皇室血脉天生就有窥探气运的天赋。近几年，皇朝发现混沌圣地周围气运有变，推测应当是有大地秘境即将出世。传说中远古大帝留下的秘境。这其中不知道有多少天才地宝。
师父，既然话已至此，弟子有一事相求。大地秘境中定有诸多提升实力的宝物，求师父带弟子一同前去。哼，原来我那顽皮小妹竟跑到混沌圣地来了。本座正想去拜访大前皇室，没想到三皇子殿下正巧也愿意结交圣地的朋友。哼，这当真是缘分啊！啊，有了郑首座这样的朋友，想必等秘境出世之后，我等定可以抢占先机。啊，那位姬玄皇女的事儿啊，我知道郑首座的意思，在这一点上，我和你是一致的。我那小妹来此，定然也是为了秘境的缘故。但她毕竟年轻，贸然闯入秘境，不幸身死，也是情理之中啊。殿下说的是，殿下请放心，本座这段时间会多多留意圣地附近的情况，一旦发现有秘境出世的迹象，便告知殿下。如此甚好。郑首座若真能助本皇子取得秘境中的至宝，我大秦皇朝绝不会亏待朋友。师父，那可是远古大帝留下的秘境啊，不敢想象里面会有多少宝物。圣剑，或者是得到地阶的功法和法器，随便拿个一两件，就能让双牙峰脱胎换骨。行啊，到时候就派你去秘境探索。师父说笑了，弟子这点微末实力，肯定不够看呐。你知道就好。大地秘境那是有大机遇，也有大恐怖。你不能只看着那些宝贝呀，要想想自己的小命够不够硬。只要能拿到最后一枚昆仑钉，渡劫飞升对本座来说只是时间问题，何必去冒险闯那秘境呢？不过，以太一峰的穷酸，他们到时候定会忍不住去碰碰运气。那江辰要是能死在秘境里，也算是省了本座不少心事啊。大地秘境当中必然有很多提升实力的宝物，求师父带弟子一同前往。这大地秘境一听就危机四伏，我有投资暴击系统，什么好东西？何必去冒险闯那种危险的地方？你想要去大地秘境，是为了那些天材地宝？自然，大地秘境出世，甚至会出现一些地阶物品。一件地阶物品就足以支撑起1000个世家，甚至是一处圣地。师父虽然修为算不得十分强大，但身负逆天气运，若能跟他同行，定然会有所收获。你想要地阶物品，为师赠你一件便是。什么？师父，你可莫要说笑了，这可是地阶物品。放眼天下，哪次地阶物品出世，不是各大势力争得头破血流？即使你能赐小九和小凡圣阶法器，可是圣阶和地阶可是有天壤之别呢。你等会儿，为师找找看，看看能给你什么。给太多也不行，容易被坏人盯上。什么？找找看？这可是圣阶物品，难道还有得挑？这不就是一枚玄阶上品的气血丹吗？检测到宿主投资弟子玄阶上品气血丹，触发10000倍暴击，投资物变为地阶灵药淬元炼血丹。你再仔细看看，这份气息，
我曾经见过父皇赐予大皇子的圣阶丹药，这颗丹药的气息比那颗更深。那是什么？是太一峰的护山大阵，它阻挡了这份丹药的气息外泄。另外，这护山大阵也是地阶。地阶大阵，居然与大乾皇宫的大阵是一样的。难道一个太一峰的底蕴就足以与大乾皇朝媲美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你师父，吃了吧，对你有好处。是师父。检测到宿主弟子金玄翠元炼血，觉醒一丝气运金龙血脉，宗门建设值加100，当前宗门建设值420，宿主修为提升5层。我终于突破金丹境了！凝成金丹，可御空而行。混沌圣地大部分首座长老的修为都在金丹境，我也终于追上他们了。觉醒了一丝气运金龙的血脉，那可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兽啊！难怪齐家能建立一方皇朝，原来是神兽后裔。只是不知道多少万年的岁月下来，想来这血脉也是十分稀薄了。我竟然从炼气7层直接突破到了筑基5层，这就是地阶灵药吗？竟然如此恐怖！不，灵药只是淬炼了你的血脉，修为提升是因为你的血脉觉醒了一丝。师父大恩，弟子永世不忘。师父竟能随手拿出地阶丹药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他是混沌圣地和大乾皇朝加起来也不及师父的可能。难怪他身上会有如此逆天的气运。检测到宿主弟子金玄中心值达到100，宗门建设值加40，当前宗门建设值460。怎么了？大地秘境出事了。大地秘境出事了！而且位置不设在圣地周边，而是在太一峰上。好啊！这下江禅想不把自己卷进去都不行了。我靠，这消耗速度也太快了！好不容易攒了那么多灵石啊！太一
什么秘密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别过来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有什么异宝，或是秘境出世？如此规模，实属罕见。这是大地秘境，自然不凡。这位是大前皇朝三皇子，鸡鸣殿下，恰好在我双崖峰做客，竟能在此地与大地秘境出世，当真是缘分啊！欧阳长老，师傅和鸡玄师妹都被吸入这个光柱中了。什么？江澄和鸡玄被卷进去了？对，快想办法救救他们！秘境初开，里面能量尚不稳定，更何况若按鸡鸣殿下所说，这是大地秘境，那可能里面更加凶险。别说我们这些首座长老们了，就是太上长老来了，也不敢在此时进入。那师傅他们怎么办？只能希望他们吉人天相。那我们自己去救。以你们二人的修为，就算现在闯进去也于事无补啊！万一江晨没事儿，你们现在进去不是给他添乱吗？那我们只能这么等着吗？秘境出世一段时间之后，将会逐渐稳定下来，到时候圣帝自然会进入其中探索。若是找到江晨和姬玄，自然会带他们出来。大地秘境异常凶险，江晨和那皇女此刻恐怕死的骨头渣都不剩了。这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师傅，竟然连大地秘境的能量都伤不到你吗？对，去秘境吧。怎么变成山谷了？太一峰呢？我那么大一座太一峰呢？听闻大地秘境中是另一处时空，跟现实平行。今日一见，果然令人震撼。一个金丹，一个主姬，竟敢闯主人洞府！谁在说话？你怎么了？师傅小心，这个人的实力好生恐怖，只是声音就是我承受不住。这么可怕？那我怎么没事？擅闯洞府者，我靠！大成境，运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、炼神、大成，而后渡劫成圣，第一次见到活的大成境啊！反正整个宗门圣地太上长老们也不过是这元婴炼神境罢了。这难道就是大地秘境？我大前帝王也是大成境，在这儿也不过就是个看门的。不是，我才刚到金丹境啊，怎么就给我匹配到大成境对手了？老天爷，你这匹配技是跟谁学的呀？是你？是我？哎呦，终于等到您了。师傅，您认识他？我认识吗？主人陨落之前说过，等您出现的时候，您便是我的新主人。秘境好像稳定下来了。哼。这是大前皇室专用的料子，姬玄来过这里，没有见到他的人，也没有看到他的血迹。难道说他竟然活下来了？
哼，看来还得皇兄亲自送你一程。老主人曾经说过，还有一些东西留给你，您在这稍后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好啊，你忙。师傅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这大成境的大能怎么会换您主人呢？我哪知道啊？可能他老年痴呆犯病了吧？我们要不要赶紧跑啊？万一他一会儿回过神来怎么办？你说的对了，跑啊！哼，没想到我的好妹妹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你。妹妹，你的家人？不，仇人。就是他害死了我的兄长和父母。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快就进入了秘境。哎，妹妹，你可别乱说，我怎会害死我堂叔一家人呢？他们不过都是不幸遭遇意外罢了，就像你今天不幸死在了这秘境之中一样。金丹9层，比欧阳长老还高。他的确天赋出色，深得陛下喜爱，手中甚至不止一件圣剑法器。坏了，这下更打不过了。你就是那个废物江辰，正好顺手把你解决了，就当是送你郑清墨一个人情了。我劝你不要乱来，这里可是大地秘境，你若在这里杀了我们，你也会消耗甚多，到时候你也无力面对秘境中的其他危险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我不会消耗自己的力气。陛下竟然连这个都给你了。陛下连这个都赐给你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皇室至宝幻魂古玉，能召唤出皇室血脉先祖托印在里面的守护灵，每一个都是金丹境的修为。几十个金丹境，放眼整个圣地，首宗和长老们也就这么多呀。没错，而且他们只效忠于最纯正的皇室血脉。季轩，本皇子知道你自幼天赋不凡，但旁系血脉永远比不上嫡系血脉。给本皇子干掉他们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还不快听本皇子的命令行事！这怎么回事？我知道了。进入秘境之前，师父你给我吃的地阶灵药，那灵药促使我的血脉进化。现在我的血脉在你之上。哼，地阶灵药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太医峰上怎么会有地阶灵药？季玄，我还从来没发现你竟如此可笑！上啊，给我上啊！众将士听令，将此人给我拿下！没想到还有这种效果！来呀，给我干死他！啊！什么？我是父皇的嫡出皇子，大皇朝最精纯的血脉，你们应该听本皇子的命令。这个就叫自作自受，你受死吧！这位大哥，我好像认错人了，我想往那边走来着。难道真以为一个螃蟹的杂种和一个废物能拿本皇子怎么样吗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摔碎玉，那些人影就没了。我怎么知道？那些宝物一般都传给皇室嫡系血脉的。你们逼我毁去了皇室至宝，本皇子要将你们千刀万剐！圣剑法器鸣沙枪，还有同样是圣剑的天蚕宝甲。我靠，皇室果然富得流油。倒是没想到你这废物也有金丹期的修为，但金丹初期和金丹巅峰可是天壤之别。终究还是做不到吗？做不做得到？先跑啊！师父，师父你，师父你何必呢？废物，收了你当弟子，
难道眼睁睁看着你死吗？师父，好一出师徒情深，一起去死吧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枪即便是元婴巅峰，也不可能如此轻描淡写的接下。你是什么人？敢伤主人者，死！啊！你别过来！我乃大前皇朝三皇子，而敢伤我，便是与整个大前皇朝为敌。大前皇朝，对，大前皇朝，你只要放了我，本皇子可以当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过。没听说过。你说什么？大前皇朝延续了8000余年，地域深不可测，天下间怎么可能有人没听说过？哼，聒噪！你别吵我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吵我！金丹巅峰的修为，加上2件圣阶法器护体，连1掌都挡不住，这就是大成境吗？主人，让主人受惊了，还请恕罪。下次注意。啊，是。那是什么？坏了，那是皇室嫡系血脉的能力，在生命消亡的时候，会化出一缕本命精血，这缕精血会返回大前皇朝，能显现出鸡鸣死前的最后画面。这个什么皇朝，看来还有点能耐。主人，请随我来吧。师父，你要帮助我，不要让他发现认错人了。我尽量。主人请吧。这里是大地洞府。是的。坐。老主人给您留的东西就在这里。不知您老人家所说的老主人是哪一位啊？老主人名号叫伏龙大帝。没听说过。大帝的时代太过久远，当今时代早就没有大帝了。哦，连一个大帝都没有了吗？是的，按照皇朝历史记载，至少已经有2万年，天地之间都没有出现过一个大帝了。近7000年来，甚至无人历尽磨难成圣。对，混沌圣地的那些圣主们，早已突破大成境500余年了，可一直未能突破渡劫。最近几百年，一直都在闭关修炼，毫无动静。这一点，老主人多年前也提到过。他说，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地落时代。坏了，那我岂不是成不了大帝了？师父，无尽岁月、亿万万生灵当中，能成就大帝的，不过也就2位数。你担忧的是不是多虑了？主人，老主人给您留的东西就在这里。当今世上，只有您能拿起来。这是何物啊？这是困龙钉。困龙钉。这就是困龙钉。郑清木一直盯着太一峰，就是为了寻找困龙钉。竟然是在大地秘境之中吗？这困龙钉是这位伏龙大帝留下的，那和太一峰又有什么关系？严格的来说，这只是困龙钉的躯壳，或者说是遗骸。什么意思？这困龙钉一共9枚，是老主人炼制的法器，用来压制混沌恶龙。而这一枚是9龙之首，最重要的一枚，但它后来产生了灵智，脱离了本体，就把遗骸留在了这里。而主人您就是那个灵智。
这是明儿的本命惊血，不可能！明儿到底怎么了？明儿，陛下，明儿只是去混沌圣地走访，却丢了性命，您要为他做主啊，陛下！好个混沌圣地！皇朝失去了一个嫡出皇子，圣帝要给皇朝一个交代。而主人您就是那个灵芝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是枚钉子？严格的来说，地阶法器产生出些许灵智，并不是一件特别意外的事情。但是像主人您这样长时间脱离本体而产生自我意识的，我也是从未听说过。那八成是因为我是个穿越者，穿越来的灵魂补全了残缺的灵智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灵智和本体相融，融合之后，主人您才是一个真正完全的自我状态。那个，你能不能别老叫我主人？你一把年纪了，怪别扭的。好，我叫您师傅吧。好像更别扭了。你怎么了？师傅，我不知道，我忽然觉得你好恐怖。这是血脉层次的绝对压制，他和先前那小子的血脉都是源自气运金龙，而气运金龙不过是上古时期混沌之龙的一缕气息罢了。昆龙钉是可以对整条混沌之龙压制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皇朝血脉能被我完全压制？奇怪，这秘境稳定下来，竟然只开启了一瞬便关闭了。除了鸡鸣皇子动作快之外，其他人竟然都没来得及进入其中。别费劲了，欧阳长老，已经2日了，江辰早就死透了。我呸！不可能，师傅不可能死！哼！欧阳长老，既然江辰已死，这太乙峰首座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？不会让这2个刚入门几个月的新人接管吧？这恐怕只能看其他长老愿不愿意接手太乙峰了。正好啊，太乙峰就在我双牙峰的旁边，我正好可以接管。凭什么给你呀？本座难道不能接管太乙峰吗？哼，郑清墨，你想的是挺美，凭什么你说是你的便是你的？就凭你们这些废物，你们的修为能超过本座吗？哼！你居然突破了元婴了！这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不要将本座跟你们这些废物相提并论。怎么样，欧阳长老，本座有资格接管太乙峰吗？历来圣地的普通首座长老，鲜有能突破元婴的，大多都是卸任之后安心闭关，再加上多年来积累的资源，才有可能。这郑清墨天赋竟如此之高。哼！既然你有这般修为，我想应该无人反对了。好，终于太乙峰落入本座的手中了。这样一来，本座便可安心寻找最后一枚昆龙钉了。谁敢染指我太乙峰？师傅！谁敢染指我太乙峰？师傅，师傅，你回来了！师傅，季璇，你们没事？师傅，师傅，季璇，你们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为师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怎么会有事呢？太好了，没事就好，吓死我们了！明明一开始也是吓得不行。
江辰，你居然没事？被能量尚不稳定的大地秘境卷入，竟然还能毫发无损的出来，这怎么可能？大地秘境的能量，便是那些元婴境以上的大能们，这也不敢擅闯啊。想拿下我太医峰，下辈子吧。江辰，大地秘境把你卷进去，你都死不了。哼，那自然是因为本座有大帝之资。好，好，好，江辰，此事没完。大地秘境消失了，竟只维持了2天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次大地秘境中的机缘，全都被江辰得到了。别都看着我呀，我也就进去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，什么也没得到，白折腾。哎，师傅，那个老伯是谁啊？这老头哪来的？先前在这儿吗？裴峰的。刚刚全都盯着秘境去了，谁会注意这么普通的一个小老头啊？他是早就在这儿了吧？他是我新收的徒弟。徒弟？想必这2位就是大师姐、二师姐了。小师弟见过2位师姐。弟子？太医峰还有这么老的弟子啊？这年纪，怕是比我爹都大。哼哼，不愧是太医峰啊，专门捡拾垃圾，一直都改不了。当初我收下小凡的时候，你也是这么说的吧？哼哼哼，这个不一样，他就算是10大仙体，到了这个年纪，也已经废了。确实，哪怕是10大仙体，蹉跎一生到了这个年纪才想修炼，也是无用了。不得不说，这江辰的收徒选择，还真是别具一格啊！这位老伯身上居然有一种令我战栗的气息。抱歉，大师姐，你是九尾天狐，对我的气息比较敏感，我尽量收敛一点。啊，谢谢老师，师弟。别说这些了，江辰，你可见过鸡鸣皇子？对呀，除了江辰和姬玄以外，只有鸡鸣皇子进了秘境。鸡鸣皇子呢？难道还没出来？可这秘境都消失了，他会去哪儿呢？见到，那就好。若是大前嫡系皇子在咱们圣地出现了问题，必定会引来皇朝的愤怒。若是皇朝和圣地发生冲突，那问题可就大了，必将引来生灵涂炭。是啊，是啊，对啊，这么严重？那是自然。全天下有大成境坐镇的势力，就那么几个。哎，鸡鸣皇子他人呢？死了。这什么？你说大前皇朝嫡出的3皇子死了？在秘境之中，是他先欲对我们下手，神嗣也是他咎由自取的。可是谁能给你们作证啊？大前皇朝也未必认定这种说法呀。这问题大了。哎呀，这大前皇朝的实力更胜圣地半分，而且现在圣主正在闭死关。鸡鸣那个废物竟然死在了秘境里。等等，皇朝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而圣地不想和皇朝起冲突，就只能将江辰交出去。好啊，鸡鸣，算你这废物还有几分用处。江辰，你这下可惹下大麻烦了，那可是皇朝皇帝的嫡子啊！后阳师兄忽然发现一队大前皇朝的兵马杀气腾腾的出圣地来了。他们来这么快吗？自是体大，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了，只能惊动太上长老他们了。江辰，这下谁也保不住你了，本座等着接管这太医峰了。我靠，好大的排场！他们怎么来得这么快？好强的气息！众所周知，我与江辰的关系不熟啊，皇子的事情我完全不知情啊。对，那个我峰上还有事，
我先走一步。混沌圣地，还我大前三皇子！吾乃大前皇长子，混沌圣地，还我三弟来！欧阳武，怎么回事？皇朝和圣地向来相安无事，怎么弄这么大阵仗？师伯，哎呀，都是因为这个太医府的这个江辰啊，把皇朝三皇子带进去秘境，自己出来，结果皇朝三皇子已身死了呀！什么？大前皇朝的太子死在了我们圣地之中？是姬明先动手的，我们不还击，难道等死吗？可有人能证明？没有。皇朝无意与圣地开战，将此人和姬玄给本座交出来，此事便与圣地无关了。诸位太上长老，此事有江辰而起，把他交出去，理所应当啊！师父是太医封首座呀，圣地难道这么轻易就将一封首座交出去吗？按照圣地的律法，江辰此时只不过是代理掌门而已。如果想成为正式的掌门，那还得1年后弟子们通过考核才可以担任。这么说来，只要交出一个无关紧要的弟子，就可以解决问题，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了？不错，欧阳武，就因此事，你就将我等唤出，你可知强行中断闭关后果有多大吧？此事能不能再和皇朝商量一番，再做定夺？你是要打破皇朝和圣地之间的和平吗？殿下请自便。哼，还不速速跪下领死！哼，这就是混沌圣地的3位太上长老吗？只顾个人修为，完全不顾同门死活。黄毛小儿，你没资格评价我等。这是你自己的因果，不该连累圣地。好，我承认我对圣地有一丝香火情，现在来看，倒是我自己一厢情愿了。江辰，你已经被圣地抛弃了，今天没有任何人可以救到你。那我倒要看看这位皇长子有没有能力带我走。无知狂妄，你会为你的僭越付出代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对这个皇口小儿生出恐惧的感觉来？怎么不动了？不是说要带我走吗？不可能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给我跪下！怎么可能？大太子殿下，你怎么可以给他跪下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？我可是皇室嫡系血脉呀！这昆仑丁果然对大前皇室的血脉压制力惊人。大前皇太子竟然给一个年轻的弟子下跪叩首，这江辰是什么来历？他就是太医峰上的普通弟子，他师父去世之后便接掌了太医峰，收了几个天赋不凡的弟子，但他本身应该天赋十分平庸才对啊！不可能啊！这分明是血脉压制的表现，这表示这个江辰的血脉比大前皇室的嫡系更高贵呀！怎会如此？本皇子可是高贵的皇室嫡系血脉。哼，有了一丝气运金龙的血脉，竟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他怎么会知道皇朝从未对外透露过血脉的来源？行了，本座大人有大量，带着你的人赶紧滚，本座就当无事发生过。二位供奉。大前皇朝的供奉，据说都是炼神境的大能，距离大成境也是一步之遥。没想到大皇子带着供奉前来，看来皇朝对此事誓不罢休啊！毕竟死了一个嫡系皇子，那大前皇帝肯定大怒。
庶子敢对殿下无礼！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靠，居然有这么大法力！我的气息对他没用。供奉并非皇室血脉，只是招揽来的修士，当然没用。3位太上长老当真不管了吗？欧阳长老，你如此的护着江辰，不如你自己上去挡着他们啊！2位炼神境，3位太上长老若是愿意出手，尚可抵挡。可是他们摆明了不愿为江辰得罪皇朝，这江辰的气运今日当真是到头了吗？虽然不知道大皇子为何会对江辰这样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挣扎都是无用的。在本座拿下太一峰，大计可成。2位，给我拿下那小子和姬玄！小子，别挣扎了，免得自找痛苦。我劝你们也是，关门，放劳青。江辰，你让这老头挡在前面，是想做什么呀？难道这老头是炼神境大能？本座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任何修为，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。若真的是炼神境，以本座的修为，怎么感知不到呀？江辰，你这个废物脑袋坏了吗？是不是让这老头出来碰瓷呀？很好，很久无人敢如此羞辱老夫了。2个大成体质，但可惜杂质太多，最多只能到炼神境。这辈子想要突破大成，怕是无望。老东西，找死！什么？轻飘飘的，没吃饭吗？这就是炼神境的威能吗？仅是余波就如此，我若是面对这一招的话，瞬间就能把我轰碎。你是大成境？大成境？这怎么可能？大成境，堪比圣帝圣主，皇朝帝王啊！难怪我感知不到他的修为呀！江辰怎么会有一个大成境的帮手？帮手？不，老朽是他的弟子，这是老朽的师傅。是你要为难老朽的师傅吗？顾风，快阻止他！哼，老夫如何抵挡一个大成境的大能？怕是非得你父皇亲临才行。不可能！混沌圣地不是只有圣主一个大成境吗？师傅，需要弟子杀了他吗？尔敢！父皇不会放过尔等。在这杀了他，会给师傅惹来麻烦的。还不快滚！留在这等着吃饭吗？走！江辰，你何时认识了这样一位大能前辈？注意你的言辞，老朽是师傅的弟子，不可乱了辈分。哎，老青，别这么严肃嘛。欧阳长老可是圣地里为数不多的好人了。啊，原来如此。晚辈见过欧阳长老。不敢，在下何德何能受大成境大能的礼啊？江辰，你师父还在的时候，我还给他指点过一二呢。这说起来呀，我与你们太一峰也是有几分香火情的。对，当年太一峰人丁稀少，我还替他着急呢。别听他们俩的，我和你师爷呀，可是实打实的好友。年轻的时候啊，经常一起切磋，咱们呀都是实在的亲戚。老青，记住了，这3位是实打实的坏人。还不滚！想死在这里吗？江辰，你也不要太过嚣张。圣主出关的时候，定不会饶你。在同样是大成境，在圣地没人是圣主的对手。江辰，你好自为之！哼！长老，老青，还有一个整个混沌圣地最坏的家伙。哎，
郑清墨那个狗东西呢？跑得倒快。大成境，这江辰居然弄了个大成境在太一峰，这不可能啊！这世上才有几个大成境？就算圣主出关，也奈何不了江辰什么呀！这日后本座想再染指太一峰，就更不可能了。江辰，是你逼我的！整个混沌圣地根本就是镇压混沌之龙的天地大阵，而那9枚困龙钉就是阵眼。我双牙峰数10代祖师用了上千年的时间来研究和谋划，才获得了8枚，而最后1枚就在太一峰上。集齐9枚困龙钉，便可以汲取混沌之龙的力量，而现在只有8枚，按道理来说是可以强行汲取的。现在只有冒险一试了，哪怕只有短暂的力量，只要夺得最后1枚困龙钉，便万事大吉。力量，多么纯净的力量！这就是天地本源之力吗？本座的修为正在飞速提升。大成之境，也不过如此。哎呀，总算可以歇歇了。坐坐，大家都坐啊，坐。好。师傅，您快跟我们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师弟是怎么拜到你门下的？这个秘境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这个嘛，说来话长。不过现在相比这个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师傅，这是什么呀？这里面可是那位大帝留下的好东西。这是大帝的部分修为能量，也是前主人留给新主人的东西。大家好才是真的好，我一个人算什么？你们速速将其炼化吧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师傅，这可是大帝的修为能量，您就这么给我们了？是啊，师傅，这是世间最珍贵的宝物，也不为过呀。陛下要是知道此物，定愿意用整个皇朝作为交换的。你们可是为师的弟子，为师最好的当然要给你们。好了，多说无益，速速炼化吧。是。陛下，为师有信，你们这招就是为师之上。师父此举可是有当年老主人慷慨豪迈的风范。检测到宿主投资众弟子大帝修为，触发1倍暴击，投资物变为大帝精血。3位师姐的修为提升得如此夸张，就算是把老主人当年的全部能量全部吸收，也不至于如此。他们3个都是天赋异禀，修为长得多点，正常。这哪里是多点啊？他们3人已经接近大成境了。检测到宿主弟子小九突破大成境，宗门建设值增加400点。检测到宿主弟子陈小凡突破大成境，宗门建设值增加500点。
检测到宿主弟子金玄突破大成境，宗门建设值增加400点，当前宗门建设值1800点，宿主修为增加65层。师傅，您的修为也开始暴涨了。哦，我可能是看到弟子们修为都有长进，所以一开心，自己的修为也长进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您的修为已经不逊于当年老主任了。你是说，我要成为大帝了？那倒没有，当今天地被桎梏所限，已无法飞升，任何人只能够修炼到大成巅峰的修为。不过，一旦天地桎梏被打破，你立刻就能晋升大帝。还有3位师姐也是。你是说，现在太一峰上，加上我一共4个人，都已是大成巅峰，都有突破大帝的可能？是啊。是双阳峰的方向。是混沌气息。那人强行唤醒了一缕混沌之龙的气息。混沌气息，双阳峰的人终于忍不住了。好啊，本圣主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还是等到了。江辰，你处处与本座作对，今日便让你尸骨无存！强行吞噬了一缕混沌气息，如今修为暴涨，但却神志不清了。郑秦墨，你要作甚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欧阳武，你就只知道一直说你那个律法，其实我早就不爽你了。郑清墨怎么突然有了这种实力？难道他走火入魔了？废物！你们这群废物！郑清墨，你也不要太无法无天。我就是天！大成巅峰，这怎么可能啊！你们这群废物，就不该活在世上！今天我就来了结了你们！郑清墨，你要找的不是江辰吧？是啊，对，我找的就是江辰。哎，我去，你们这些废物，真是不当人呐！圣帝养了你这么多年，该你为圣帝牺牲的时候了。江辰挺不了多长时间，快走啊！走！不可能啊！你怎么会接得住我一掌？这也是大成境，江辰怎么可能是大成境啊？老青，你不是说我已经突破大成巅峰了吗？怎么还对不过他？同是大成巅峰，但是他身具混沌气息，那可是天地本源的力量，自然就强那么一点儿。江辰，你是斗不过我的。一个大成巅峰不够，那就再多来几个。众弟子何在？在。大成境，江辰的弟子却全是大成境，这太恐怖了呀！老夫这是修炼走火入魔了，看见幻境了。
郑清墨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咱俩的账该算一算了。我师父是不是被你害死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本座已经吸了混沌之力，在本座面前，你们都是废物！我在问你话，我师父是不是被你杀的？他就是个废物，要不是因为他百般阻挠，我早就成了。好，杀人偿命，今日我就替我师父报仇。是。圣主，你终于出关了，圣主。原来你就是混沌圣地的圣主。九尾天狐，10大仙体，金龙血脉，还有一只神兽麒麟。太一峰竟然汇聚了这么多天资异禀的存在。早知如此，我倒该早点出来的。不过，已经不重要了。你要包庇郑清墨吗？棋子而已。你以为靠着双牙峰历代祖师，自己就能发现混沌圣地最大的秘密吗？蠢材呀！是你利用双牙峰，能窥得一缕混沌圣地的秘密，已经是你这种蝼蚁天大的造化了。我去，这是什么场面？他要破开封印，唤醒混沌之龙，这不是作死吗？那如果这所谓的圣主就是那混沌之龙的一缕气息所化呢？什么？快走！无尽岁月之后，我终于重临世间。这又是什么情况？混沌之龙苏醒，天地间桎梏一破，生灵可以再次飞升成帝了。好，计划有变，准备成帝。怎么回事？该死的郑清墨！还有一枚昆龙钉没有到手，就强行唤醒混沌力量，把最后一枚昆龙钉交出来！你谁啊你？凭什么给你？你身上有伏龙的气息，我要杀了你！你们为何身上都有他的气息？一个伏龙大帝倒下了，还会有千千万万个伏龙大帝站起来。众弟子在，随为师降服此龙。不可能！我绝不会被再次封印！这下安全了。终于完成了。师傅，我们战胜了大帝实力的龙，
是啊，师傅。没想到有一天我能与大地层次的对手一战。多谢师傅，若不是师傅，我想不到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。这一切都像做梦一样。我说过，我一定会为我师父报仇。本座居然一直被人利用，所以你才是最大的蠢货和废物。走，快点，快去小位置，抢个好位置！等等我，快跟上！快走！哎呀，快点！快点抢位置！这可是太医圣地第一次公开选拔。抢位置有什么用？收徒看的是天分。笨蛋，你不知道太医圣地都说过，只要是品行端正之人，都可收为弟子。啊，这样能教出厉害的弟子吗？如何不能啦？落下来了！仙女下来了，学下来了，这么厉害！好漂亮！是大前皇朝的女帝玄天帝，玄天帝，还有九天这个梵天帝，梵天帝，梵天帝，当今世上三大天地齐聚啊！三位天帝都是太医圣地的弟子，当今天下大地都出自于太医圣地。难以想象太医圣地得有多么深厚的底蕴，才能教导出三大天帝。这么说来，他们的师傅是谁？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是啊，对啊，是好像不知道，知道是谁呀？是太厉害了，不知道。师傅，山门那似乎很热闹呢，您不去看看吗？不去不去，我都成大帝了，还费尽心思收那么多徒弟干嘛？小凡和小九，不是说他们也想教徒弟吗？让他们去试试，看看收徒弟是不是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。那到时他们有问题来找你，你还会不管吗？那要看是什么问题。检测到太医圣地收下13762名弟子，宗门贡献值加137620。我靠，他们收了多少徒弟啊？